有新竹縣機關是指出，民進黨的縣長候選人鄭兆豐因的家中呢，若像在竹東鎮相關的農舍，這建築是有違規的狀況。今仔日是去扣布條抗議，要求這鄭兆豐應該得愛公開說明。農舍違建，耍賴迴避，耍賴迴避。發口號要求當事者出來面對。新竹有議員指出，這棟新竹縣竹東鎮的農舍，按照法規應該只有152坪，但現場看起來面積逾300坪。指控技術是違章建築，而且所有權人是要參選新竹縣長的台北市長鄭兆豐家族的。150坪變300坪，那個太明顯了。哦，可能我相信違建應該是確實的啦，因為這個太明顯了。如果是背後有門神，哦，我們也要了解說為什麼他可以這麼大膽的蓋出2倍的違建。大家要遵守規則就對了，不應該違建就不要違建。針對外界質疑建物所有權人也出面澄清，講建物一切攏有依法申請，並無違規的狀況。我去合法到縣政府去申請。然後蓋一個房子，你們有覺得有問題，你們就去查嘛，對不對？政府說該怎麼辦，我也就怎麼辦，我絕對沒有第二句話。竹東鎮公所講，已經有派人去調查，按現場狀況回報新竹縣政府，一切依法處理。就到現場去做勘查，好，那針對它的現況的部分有拍照，並且有記錄起來，預計會在今天就會發文到縣政府去。那後續的認定的是否為違建，就是屬於縣政府建管科的一個權責。按那鄭兆豐辦公室是回應，鄭兆豐跟這個建築物無任何關係，請外界停止謠言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